甲一个支持者做伙各发动选，台南市议员陈坤和正式投入台南市第2选区立委选战。拄基层来了解地方的需求，这是足实际。邝坤和啊，薪水议员的这个选举的补助款，这个补助款，这个收入全部拢关税。议员陈坤和有公益律师之称，捐出议员全部的薪水以及补助款超过1000万。无党正派是伊的中正主张，伫市议会长期以来敢讲认真的立场甲态度，也得到侪民众的肯定，因此伊宣布参选第2选区立法委员。坤和认为，咱这区的立法委员到底走倒去？伊无看到溪南、溪北差遮济吗？拄才差一条闸门溪。所以呢，坤和决定来参选2024年的立法委员，希望咱台南市目前6个立法委员拢是执政党的立法委员，但是甲看起来，因的表现拢无啥共。但是会当确定的，着咱第2选区这些个立法委员确实有严重的失职。批评执政党甲对手力求平衡溪北溪南发展，大把精进地方权益。伊认为地方需要一位真正关心基层需求的民意代表，率先出招，伫6月3號伫嘉義服务處成立竞选总部，并邀请知名歌手王力宏以及地方人士徛台，到时欢迎支持者到场相挺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